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洋囡仔台语讲教室，我是 OA 谢明佑。欢迎大家收看《海洋囡仔》，做伙来看哦。一蕊大乌云，一阵西北风，无早雨满阿甲淡糊糊。无错，今仔日海洋讲台语，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放学的西北风这条歌内底的单字。雨满也有讲做雨衣，比较少讲雨衫啊。雨满这个满，因为以前的雨衣是蓑衣，所以它穿的方式是整个披上来，好，不像现在的雨衣，要么是套上来或穿进去。例句比如说，最近过达拢会落西北雨，出门唔当袂记去炸雨满哦。这个过达就是过中午以后，这个达就是昼夜的昼，过达啊。接下来落地啊，也可以讲作落地啊，一个收纳的纳，口袋的那个落地啊、落啊、落啊，都可以用那个字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衣裤的口袋。今天的例句是这样介绍的哦。这个年啊过完，红包发完，我的落地啊就要个捧起来啊。就是过完年发完红包，我的口袋就饱饱的了。今天的海洋囡仔就到这边，大家如果有兴趣，要记得去订阅山川娱乐 YouTube 频道。有听了，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后摆再相会哦。